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當我們的生活變得一團糟時，智慧是如何介入並改變一切的。有時候，我們身邊的親人、朋友或家人會做出愚蠢的選擇。你看着這一切發生，知道這會帶來大麻煩，卻不知道該如何阻止。這正是我們需要智慧的時候。智慧就像一根救命繩，幫助我們在困難的時刻中找到方向。在《撒母耳記上》第25章中，拿八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他侮辱了大衛，儘管大衛和他的手下曾保護過拿八和他的羊群。拿八不僅沒有感恩，反而拒絕聘嘲笑大衛，這讓大衛非常生氣，決定要消滅拿八和他的全家。事情幾乎變得非常糟糕。但這時，拿八的妻子亞比該聽到了消息，她立刻意識到丈夫的愚蠢行為讓所有人都陷入了危險。她沒有驚慌失措，而是迅速採取行動。她準備了麵包、葡萄酒、肉等食物，趕去見大衛。見到大衛後，她謙卑地請求寬恕，平息了他的憤怒，最終阻止了一場災難。這一切都歸功於亞比該的智慧和勇敢。他的快速判斷和果斷行動展示了上帝如何介入混亂的局面。亞比該成為了橋樑，為瀕臨毀滅的局勢帶來了和平。但對我們來說，還有更奇妙的事情。耶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成為了我們與上帝之間的橋樑，使我們與上帝和好。聖經說，我們因罪都應受審判。我們做出了愚蠢的選擇，無視或遠離上帝，這樣的生活會走向絕路，後果是我們無法靠自己逃脫的。但上帝如此愛我們，他差遣了耶穌。耶穌代替我們承受了我們應得的懲罰，站在我們與上帝之間，作為我們的中保。他是終極的智慧中保，為我們與上帝帶來了和平，並拯救了我們。那麼，這對我們意味着什麼呢？我們都需要耶穌所展現的那種智慧。生活中總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朋友可能會毀掉重要的東西，家人可能會陷入困境，這時我們就可以介入。與其責怪或生氣，我們可以用善良和明智的決定來改變局面。耶穌不僅救贖了我們，還向我們展示了如何智慧地生活並幫助他人。所以，我希望今天能成為我們用智慧幫助因錯誤選擇而陷入困境的人的一天。